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喜乐是我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的盼望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。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听到你们全部的敬拜，哈利路亚！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。我仍依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再一次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依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人的事或不得事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切地与你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，无人的事或不得事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切地与你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我要赞美，无人的事或不得事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切地与你每天赞美不停。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我要赞美，哈利路亚！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再一次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们一起要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是的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每天的赞美，我们要永远来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要一生跟随你。主啊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奇妙恩典，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。
一起轻轻的来开口来唱。活出你对我
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要一生跟随你，我们要一生敬拜你，我们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要献上最美丽的敬拜，在你的宝座前。主啊，你的同在就在这里。主啊，诸天都要述说你的同在。阿门。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神坐在宝座上，身边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双手，万物的宝珠，软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尊对荣耀能力都归于你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，你吹气求的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，你吹气就的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，你吹气就的生命，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。
全能的神，我们遵从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邀请我们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，用我们的心来敬拜这位坐在宝座上习在、今在、永在、全能的神。上帝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。”让我们这个时候尽心，用我们的心来爱他；尽性，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他；尽意，用我们所有的头脑、思想来爱他；尽力，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爱神。神是配得我们的赞美，神是配得我们的颂赞，神是配得我们站立在他的面前，把最好的献给他。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再一次领受上帝的同在，进入他的荣耀，看见神奇妙美好的作为。是的，父神，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刻。安息日不是要应付，安息日不是要惧怕，安息日不是要忧虑，安息日是要进入上帝的同在，是要进入上帝的平安。我们的身体要休息，我们的心要停息，我们的灵要安息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这个时候造访每一个孩子的心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在主的宝座前得到安息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全能的圣名。阿们。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是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已经在这个礼拜就要进入到最后的尾声。好，那每一次牧师来分享出埃及记，都会再一次来提醒大家。好，我们读了出埃及记，就是要记得出埃及。读了出埃及记，如果没有把它读完，就是出不了埃及，就一直住在埃及当中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一起出埃及。然后呢，要一起进入迦南应许之地，一起进入迦南应许之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40章的1、17，还有34到38节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第2年正月初1日，帐幕就立起来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。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今天很高兴看到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啊，好，这个我看到新卢，又看到庭山，好，这个都是以前牧师在这边当青年牧师的时候，好，那我们去大有国中，好，去那边带回来的这个上帝的产业哦，好，这个真的好高兴。那时候我记得呢，为什么会去大有国中呢？好，因为我们迦南教会设了一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。那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协会刚刚设立，好，快要2年、1年，好，然后呢，不晓得要做什么，好，然后不晓得要做什么，所以呢，我来当青年牧师，然后呢，牧师教会就说，这个陈牧师，好，你就担任这个生命教育协会的总干事。那我就说，那生命教育协会总干事要做什么？他说就是推广生命教育，好，所以我也去参加这个生命教育种子讲师哦。
但是呢，去参加呢，发现好像不是想的那么简单，好，因为你要去学校去敲门去拜访，所以呢，就从最近的学校，好，就是桃园国小去。在桃园国小呢，那时候是个，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已经100多年的学校，好，所以它也比较传统，比较保守。所以我打听说，有一个是3年级基督徒的老师，说可以去从你们班上开始教呢，他的美术班。但是那老师呢，他很紧张，好，他就说啊不方便不方便，好，那后来呢就有点困难，好，所以在桃园国小的生命教育呢，其实没有很顺利。但是大有国中呢，很奇妙，好，一去的时候呢，大有国中的辅导主任说，那我们5个班让你们教好不好？好，说真的吗？5个班，然后就很高兴，好，因为有业绩来了，好，这个当总干事好就要去开拓业绩，然后就回来好找这个同工开始去教，教了1学期之后呢，这个辅导主任就说，你们教的不错，我们可不可以全部都让你们教这样子？好，所有的大有国中，好，那时候最多是17个班吧，还是15个班？好，那就要一次教15个老师，还要加上助教，好，所以每一个礼拜二呢，哇，就要一批人30几个人，好，大家就在大有国中那边会合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呢，我应该是33岁，好，木轩现在几岁？30岁，好，31，好，大概就是木轩再多一点这个年纪，其实也没有比木轩大很多，好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好，那个时候还真的是蛮有这个勇气和挑战哦，好，去进入校园，然后去接触好这些的学生。那今天看到这些学生，好，大家都已经这2位都在当护士啊，都在医院，都不是护士吗？啊，应该是呼吸治疗师，好，这个专业啊，我这个呼吸治疗师，好，然后庭山呢是护理师，好，这个护士是以前的说法，好，现在要非常的专业哦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也看见说上帝真的是可以使用每一个人，所以我要分享的是，好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好，什么机会，好，如果你能够为上帝出去，进入那应许之地和得流奶与蜜之地，好，那上帝会让我们得到好没有办法所想象的这个回报和祝福啊。这种今天来的感觉啊，我有点感觉好像来参加同学会。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国小的毕业同学会？有参加过国小毕业同学会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还是很少数嘛。我也是去年小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国小的毕业同学会，好，那已经毕业40几年，好，都没有参加过，哇，那个惊吓更大。好，原来我才知道说，我们班上还有2个班队，好，从国小认识，后来结婚，好，然后到现在，哇，真的是很了不起。好，但是呢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个小时候那个样子通通都跑出来，好，就是小时候那个回忆啊，小时候的那些糗事啊，好，傻事啊，蠢事啊，好，就会一直在回忆这边，好，但是呢，对有些人来讲，你在迦南教会比较久的，好，可能就会像牧师一样，会有一些回忆，好，要有一些新来的，或是你刚到迦南教会，你也会有你的回忆，你也会有你将来好在迦南教会所留下的祝福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好你在教会的生活，不要小看你在教会当中好的经历，你认识的每一个人，还有你参与的服事，还有你所学习到的功课，其实都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好成为很大的祝福。好，庭山对不对？好，心如有没有？好，你们呢在教会当中好所经历的呢，都会成为上帝美好祝福。所以牧师好要希望呢，我们在座的好都是年轻人，好，你要好好的珍惜在教会，好，因为牧师觉得很多年轻人来到教会，好，他没有想法，来到教会，好，就是被叫来的，好，或是呢被骗来的，好，或是呢为了别人为了别的事情来的，但你既然来了，好，你就一定要在这边好好的得着。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。上礼拜我们分享守住安息的安息日，好，安息日，好，它不是一个诫命，好，安息日，好，它不是一个交差应付了事，
安息日像是在打战一样。安息日好是一个我们要不断的去对付。好，如果我们没有去对付，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，很容易就被这个环境，很容易就被我们的一旁自己疲累的心灵好所击垮击倒。但是上帝要我们守住这个安息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得胜的开始啊。而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出埃及记好的最后面好来分享操练祭司的生活。整个出埃及记好可以就是用这3句话来形容。好，我再一次跟大家最后一次来复习啊。好，第一个叫做上帝的拯救，第2段是上帝的立约，第3段是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上帝怎么样拯救？上帝怎么样与人立约？上帝怎么样与人同在？其实这就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很重要的3个环节和步骤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不管他们过去是奴隶，后来成为属神的子民，他们像是那个小老鹰在鸟巢里面哀嚎，嗷嗷待哺。但是上帝使他们成为一群祭司的国度。好，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，这一群人200多万人都是祭司。上帝的同在，这一群人好，本来一过红海，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不悖逆，不听上帝的话，甚至好，我们今天提到金牛犊的事件，都已经来到上帝的山下了。好，但是还要造金牛取代上帝，但是上帝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国民。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有这3个阶段。好，哪3个阶段呢？因信称义，再来因信成圣，最后是因信得荣。这是哪一卷书说的？罗马书。好，这是罗马书说的。好，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荣。好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很重要的3个阶段。对照出埃及记，就是成为属神的子民，祭司的国度，神圣的国民。而在出埃及记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不论上帝颁布的十诫、颁布的条例，还有他后面花很多时间要摩西去做出来的会幕。好，其实出埃及记可以在31章就可以结束，可是后面多出来的9章呢，就是因为这些人偏离、背逆神。不听神的话，所以你读出埃及记从25章读到31章，好，已经有点累了。31章、32章之后，好，又要再从头再一次，一直到39章、40章才结束。本来出埃及记可以很快就结束，但是就是因为人不断的跌倒，人不断的像这些百姓一样顽梗悖逆。圣经说硬着颈项，好，这个脖子很硬。脖子很硬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不肯低头，好，他不愿意降服顺服。而这10诫条例和会幕，好，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的身心灵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，在25章好到31章好这一段里面，好，就是讲到会幕。还记得会幕的会是什么意思吗？不是开会，好，是相会。好，我们说一次相会。就是要跟上帝约会见面。好，你要去见上帝。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你每一次聚会，你每一次到圣殿，你每一次有个用会幕的概念，你就会让自己好像去约会一样。没有约会过的请举手。你们都约会过？好，大家都有约会过。允田你也约会过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什么时候约会的？都没有告诉爸爸。开玩笑。好，去约会，好，对我们来讲，我记得我去跟牧师娘，好，以前要约会的时候，好，这个以前我们是讲电话，那个是真的是有电话线的电话。好，然后呢一直讲，好，讲个不停，讲到天都快亮了。那时候牧师娘在读神学院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，然后呢电话就一直聊，好，聊到天都快亮了。然后天都快亮之后还说，我们要不要去爬阳明山？然后牧师娘还说好，我们就真的天亮的时候就跑上去爬阳明山这样子。现在问牧师娘要不要去爬阳明山，他会说你自己去就好了。好，但是呢，约会的时候，好，你会做很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。好，当你跟上帝约会，你带着约会的心去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我们自己所想象不到的事情。
而敬拜，好，从这个会幕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好，会幕有很重要的3个核心，我等一下会继续再进一步来解释。而会幕它有外在、内在，但是告诉我们，敬拜就是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好，再说一次，对的人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。所以，你要不要一定在迦南教会才叫做敬拜？好，你在振兴医院可不可以敬拜？如果你是对的人，好，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，你也可以敬拜。所以敬拜，好，我们这个上帝的会幕，它的概念就是本来就是移动式的。为什么后来变成有圣殿？好，是看大卫的面子。好，大卫一直吵着要帮上帝盖一个圣殿。大卫很有心，他说：“我都已经当王了，上帝还住在帐篷里面，而且那个帐篷已经用了400年。”你可以看这个帐篷从摩西用到大卫用了400年。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换过，好，但是如果都没有换过，那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台湾今年10月好就满400年，好，台南建成满400年，好，400年的房子，你不要说房子，400年的衣服你会穿吗？好，40年的衣服你大概就不敢穿了。好，那400年还在同样的会幕。大卫非常的有心，一直要帮上帝盖一个殿，上帝就拒绝，但是大卫就一直要，上帝真的就让大卫去盖。好，所以大卫因为杀过人，所以上帝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去盖了圣殿。虽然大卫也做错事情，但是他懂得跟上帝寻求赦免、悔改、认罪和悔改，所以他还是成为一个对的人。但是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上帝寻求，不敢去见上帝，做错事情就离上帝越来越远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已经第3次 cue 你们了，但是我就是太多的这个回忆啊。有的人呢，不来教会之后，他就不来了，好，一辈子不来。但是今天那个庭山说，哇，他已经6年多没有回来教会，好，但是他还能够愿意再回来教会，好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，就是有一个心，好，上帝这个感动的心。都还在。会幕的意思，其实是要去跟上帝相会，但是会幕它所存在的意义，就代表上帝的同在。好，请我们说，上帝的同在。会幕建起来，你看到会幕里面的这些东西，就代表上帝就在这里。所以，如果假设，等一下牧师离开了，可是呢，我把我的外套留在这边。假设我把外套挂在这个上面，你看到我的外套挂在那边，你就会想到，这是谁的外套？好，那他是陈牧师的外套。好，那就是牧师。好，他有在这个地方。有时候我们会睹物思人，我们也会看到会幕，就会思想上帝。但上帝不仅让我们看到外在的会幕，他更让我们看到会幕的整个结构。就是上帝他怎么样与人同在。好，因为出埃及记的最后一段就是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上帝的同在就是整个就是会幕的概念。而从32章到39章，其实这一段真的可以删掉。如果那时候的人都很听话，32章之后这些事情都不需要，直接跳到40章出埃及记就结束了。可是呢，为什么会绕这么一大圈？就是因为金牛犊的事件。摩西去山上领受整个会幕的蓝图，这个会幕非常的精细，他用什么材质，多长，几个单位，然后呢几层，然后要怎么接、怎么拼、怎么搭，都非常的详细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之前已经先7天，所以加起来已经47天，那接近7749天，表示说他们来到西乃山已经50天了。现在摩西又去山上又50天了，就将近100天了。他们已经离开埃及100天，可是在这100天的当中呢，摩西在领受上帝怎么样搭建，可是他们在山下等到很无聊枯燥，想说摩西到底会不会活着回来？所以呢，他们就去找摩西的哥哥，摩西现在不在了，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？亚伦也不知道谁教他的，他就告诉大家说：你们那时候出埃及，去跟埃及人借了很多的金子，因为埃及人
他们要出去的时候，好，这个希伯来人就去跟所有的出埃及人要金子，好，因为他们的长子都死了，好，所以他们几乎把埃及的财宝，好，一半以上都带出来。那他们很多金子，亚伦就说：“你们把金子好拿来，然后就用那些金子好做了一个金牛犊，牛犊的意思就是小牛，好小牛。所以那只金子呢，大概可以加起来呢，可以做成一只小牛。有没有看过小牛？我当传道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牛出生，好，就是在柳营乡下，好，那个长老家里在养100多头的牛。有一次我去探访他，刚刚看到一只牛，好，从母牛的肚子生下来，在整个地上都是那个胎水啊，那叫什么羊水？好，那如果是牛，要叫做什么？牛的羊水啊，不是牛水，好，牛的羊水。然后呢，这个牛刚前几秒钟哦，好，还很软，好，在地上。湿湿的，可是那母牛呢，就用舌头，牛的舌头很长，一直舔它，一直舔它。舔完之后呢，那个牛身上的水就通通都被母牛舔下去。然后呢，我在那边就是还在看的时候呢，那只小牛就开始站起来了，好，就开始站起来。然后站起来之后，它就很有力气，哇，我觉得真的是大概这么大只，好，站起来大概就这么大只。刚开始是一团，好，一坨小小在那边。金牛犊、小牛，好，这些金子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亚伦造出来之后呢，他跟大家介绍说，这一只是什么？这一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，出埃及的上帝。哇！如果你是这些百姓，你会不会相信？我想大家都不会相信，这金子明明是我们带来的，好，这个金子怎么可能？这只牛我们看都没看过，它怎么变成带我们出埃及的上帝呢？可是所有的人呢，通通都哇，我们要敬拜他，好，感谢这只金牛带我们出埃及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狂欢啊，跳舞啊，好，那我不能够把这整章都讲，我如果讲完的话，大概等一下聚会就结束。但是这一章呢，摩西刚好从山上下来，就听到什么山下的人都在那边庆祝的声音。然后约书亚告诉他说：“好，他们造了个金牛，好，他们已经背叛上帝了。”摩西气到呢，把上帝给他的石板好就摔碎，好，然后就在那边训诫他们。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。好，如果我们去看整个32章，上帝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告诉摩西：“你们去。”你们自己去，我不跟你们去。上帝告诉摩西说：“你们要去好这个应许之地，回去亚伯拉罕你们祖先的地呢，你们自己去。好，虽然我已经不弃了，我已经饶恕你们了，可是呢，我不要去。但是摩西呢，他就苦苦哀求上帝啊，不行，你不跟我们去，我们一定会死在路上。上帝说：我跟你们去，好，这些人还没有到，就已经通通被我砍死。好，上帝这样说的。”好，这些我都还没有到，你们都还没有到，这一群人通通都会被我消灭，都会被我砍死。好，因为他们就是在上帝的眼前，就是非常的悖逆、应景、顽梗。但是摩西怎么做？上帝，如果你不去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面涂掉吧。好，32章32节，他就这样跟上帝一命换一命。上帝，你不去，我也不要活了，好，因为我们都会死在旷野当中。然后上帝怎么做呢？好，32章真的是一个非常与神相会的一个代表。上帝就叫摩西去准备，好，你带着一个帕子，我要从你的眼前经过，我要从你的眼前经过。但是呢，你不能看到我的面，好，因为你也是不完全的。但是我过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影。所以摩西，好，他亚伯拉罕跟上帝见面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，那是很特别。上帝变成人的样子，好，来跟亚伯拉罕见面。但是摩西是第一个看到上帝的荣耀。还记得摩西第一次看到上帝是在一个荆棘何烈山被火烧没有毁坏。但是到32章的时候，摩西他是真的见到上帝。见到上帝之后，好，上帝就讲了一句话，好，这句话我一定要把它念出来。好，这句话呢，上帝亲自向摩西显现之后，然后呢，上帝自己宣告，好，耶和华的名。他宣告什么呢？好，
说耶和华好是有在这里，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我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的慈爱和信实，我坚守应许，直到千万代，并赦免罪恶过犯。但我一定惩罚犯罪的人的子孙，直到3、4代啊！摩西见到上帝的背影，上帝宣告他的名。好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，好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好，爱他的守他诫命的，自父及子到千代；恨恶他的，要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、4代。而摩西呢，就宣告上帝的名，然后就把上帝的这一段话带回去，重新立约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读出埃及记从34章之后开始，好，你就是发现怎么又把一样的事情再讲一次。25章讲到的会幕，再讲一次，就是因为摩西完全是按照上帝的话再去要求百姓。而当摩西呢见完上帝之后，回到百姓当中，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摩西的脸发光。摩西的脸发光。上个礼拜呢，我们说上帝6天的创造，第7天安息。上帝是在第一天创造了什么？光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在第几天创造太阳呢？上帝在第4天才创造太阳。那在太阳之前的光是什么光？就是上帝的光。而摩西他的脸发光，就是创世纪第1章，上帝第一天的创造要有光，因为他见到了上帝，他还用个帕子遮脸，那个帕子遮住他的脸，上帝的荣光。但是呢，当那帕子拿开之后呢，反而是摩西的脸发光。那个光呢，连百姓看到摩西呢，百姓都会害怕，他们害怕。所以在重新立约之后，35、36一直到39章，就是在把上帝之前讲过的话，从头到尾，几乎是一字不漏的再讲一次。但是你会看到，他们就开始去做，而且呢，每一段话就会说，百姓就在按照摩西所说的去做，就按照摩西所说的去做，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去做，一直出现，一直去做，表示说，这是本来大家都很不听话，大家都很调皮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可是呢，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，他们摩西说1，就没有人说2。摩西说怎么做，因为上帝告诉摩西，全部人就这样子来做。最后一章39章的最后一节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：摩西视察各项工程，看他们所做的完全遵照上主的命令，摩西就祝福他们了。所以呢，摩西这些东西都不是摩西做，摩西他只不过是代言人，他只不过是把上帝所吩咐的告诉他们去做。而他们主要是2个人，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。这2个人，他们手非常巧，但是所有的器具、所有的奉献、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是百姓奉献出来，而且呢，大家就不敢再违背，完全遵照上主的命令。所以整个会幕就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，今天我们开始读的这段经文就搭起来了。到了正月，上帝那时候还没有正月初1，但是上帝吩咐摩西说，正月初1你要把会幕整个搭起来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一天上帝说，这一天要做1年的开始。现在又到了正月初1，表示说已经出埃及1年了，1年了就过去了。下礼拜就要过年了。你还记得去年你过年的时候在做什么？如果没有问，你可能都忘记了。但是我一问，你可能就想到了啊，去年你领了多少压岁钱啊？去年过年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大年初1是礼拜几？你们都没有印象。因为我当牧师的会比较有印象，因为我当牧师22年，我还没有遇过说大年初1是在礼拜天。当牧师的呢，有一个无奈，就是有的教会会有新春礼拜，所以礼拜天也要做礼拜，新春初1也要做礼拜。
好，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？新春礼拜是在礼拜六，你礼拜六要做礼拜，好，礼拜天又要再来做礼拜，好，那去年呢很特别，新春礼拜就是礼拜天，哇，每个当牧师都好开心，好，只要一个礼拜就解决2个礼拜这样子，好，但是呢这么久才一次，那今年的新春礼拜是礼拜几？就是牧师最害怕的，好，不过今年我没有当牧师，我没有在教会，好，所以今年好的初一呢，我会在嘉义过年，好，但是呢正月初一你要支搭站圣幕哦。然后3、4节又把这3样东西又再提出来，好，还记得会幕的3个核心吗？约柜、供桌、灯台。5到8节讲到香坛，就都是一样的哦。香坛、祭坛、洗濯盆、帷幔，好，就最外面的这一层。然后呢，9到10节，好，圣幕啊，高抹圣物，分别为圣，高抹祭司，要祭司的职分。所以3个核心，好，对的环境、对的事、对的人，好，都是我们前面25章就已经看过了。约柜代表什么？约柜就是会幕核心中的核心，就是上帝的临在。供桌好代表的是什么？它这是一个桌子，这个桌子上面摆的叫做陈设饼，好，就是代表生命，而它代表就是基督的生命。而灯台它是点灯，好，就是犹太人的那个七烛灯哦，它代表的是圣灵的亮光。所以3个核心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好，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记得，好，让大家念一次加深印象。约柜代表什么？上帝临在。供桌代表基督生命。灯台代表圣灵亮光，就是3位一体的上帝。好，是在会幕当中最重要的3个核心。好，但约柜好，它有上层跟下层啊。而约柜它所代表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要爱神。好，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被神称为义。耶稣代表我们要怎样爱生命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爱别人比较重要，还是爱自己比较重要？哎，我听到这边有人说爱自己，你有没有觉得爱别人比较重要？爱人如己，所以你要先会爱自己，才会懂得去爱别人。好，如果你只会爱别人，不会爱自己，那你就不会学习什么叫做爱人如己。但是你要爱自己，你要先学会什么？爱上帝。你要先学会爱上帝，才会正确的爱自己。如果你用世界上爱自己的方式，好，就是要来让自己，就是要好好的来犒赏自己啊，就是好好的来让自己追求自己，满足自己的欲望啊，满足自己所想要的一切。你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的爱自己，好，是一个虚空，好，会像所罗门王一样，最后是一个虚空，什么都是归于无有。但是你会爱上帝，你就会爱自己。那后面好，圣灵亮光代表我们要爱人，好，人，因为我们要会为人祷告，你会懂得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然后去爱人如己。所以爱神代表基督徒敬拜的生命，爱己代表基督徒读圣经的生命。还记得供桌上面摆什么？陈设饼，那个饼是要吃下去的。所以圣经代表粮食，代表玛纳，玛纳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粮食。我们要每天领受上帝的粮食，就是要吃玛纳。玛纳就是代表上帝的话，好，简单的说就是读经。那灯台就是圣灵的亮光，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祷告。这个祷告不是只有为自己的祷告，而是为人的祷告。好，为人的祷告是一个祷告的服事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好的3个核心：约柜、供桌、灯台。敬拜、读经、祷告。好，所以请你跟我说一次：约柜、供桌、灯台。敬拜、读经、祷告。如果基督徒好对于敬拜好没有用心灵和诚实，好，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会幕当中。基督徒很会敬拜，但是基督徒不读圣经，你就失去了生命。基督徒会读圣经，但是不祷告，你就失去了亮光。所以基督徒是一个移动式的会幕，
是一个上帝的临在和同在。透过约柜供桌灯台、敬拜、读经、祷告，我们就是到哪里好就有上帝的同在啊。而在这个最后出埃及记要结束呢，好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就在第2年的正月初一，这就是一个完成式的啊 ，done 做完了，他们真的终于上帝说完了，而他们终于在这个时候做完了。然后呢，结束的最后一节，好，摩西在圣幕祭坛四周立起了围栏，作为院子，并且在进口进去的地方挂上院子的门帘，这样摩西也完成了一切的工作。还记得这本来在31章就可以完成，但是呢，偏偏要拖到40章。你有可能在你人生的31岁就可以去完成上帝给你的托付，但有的人就要拖到40岁才要去完成。那这中间差的时间，中间所耗费的年限，其实是不能够再回头的。31岁，好，牧师应该是当爸爸，好，我儿子是30岁的时候出生。如果好，我儿子40岁出生，因为我们现代人都比较晚婚晚生，好，所以如果我儿子40岁才出生，那在这10年当中，好，我可能可以不顾小孩，我可以去做其他事情。但是这10年当中，我就失去少跟我儿子相处10年的时间。所以同样的，你在教会当中，好，当我们能够越年轻的时候，越在教会是一个祝福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已经工作了、出社会了，才开始有人邀他来教会，他就失去了很多跟神一起搭建会幕的机会。但是我看到我们在座很多的人，好，都是年轻的时候你就来到教会，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来服侍，这都是一个享受上帝的同在。而这样子的会幕搭建起来，其实就是一个移动式的会幕，就是上帝他永远与人同在。曾经上帝说：“你们去，我不跟你去。”但是你要记得，是因为摩西他像耶稣一样，牺牲他的生命，好，用他的生命说：“上帝，不然你就让我死了，不然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，他说用我的命去换大家的命。”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掉，然后你跟他们去，好，拜托你了。好，后来上帝就被摩西打动。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，也像是有耶稣像摩西一样，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代祷，为我们求情。我们本来可能都是在路上那种，就是死在路上的，好，就是那种不顽梗的、悖逆的、不听上帝的话。但是耶稣，好，他就救赎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徒的生活。好，如果你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生，好，这更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。好，我要再 cue 你，因为我看到庭山，我就会一直想到以前啊。好，庭山他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啊。好，但是呢，那时候他来教会呢，好，其实跟小强，好，那时候都很辛苦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家人没有很支持他们来教会。好，但是呢，他也很勇敢的，他们都跟家人说：“那我就这次成绩考好一点，你就让我去教会。”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还记得。好，他就跟家人说：“我就考好一点，你就让我去教会。”所以呢，他现在就在医院工作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因为为了来教会，好，就会好好的念书。所以这也是一个祝福，好，是一个祝福。啊，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一段，啊，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忘记的画面。如果我们的敬拜到了这样的境界，好，如果我们的敬拜可以到这样的境界，好，这就是一个这个最美好的事情。好，真的就是在上帝的殿宇1日胜过在世上1000日啊！好，刚才好像有读。我们再来读一次啊，从34节然后来读起。那时候云彩笼罩圣幕，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圣幕。摩西不能进入圣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圣幕上。上主的荣耀充满幕内。每逢云彩从圣幕升上去，
以色列人就拔营上路，云彩一停住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上帝最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去，就是先看上帝说的话，他们有没有听，听了之后有没有去做，做了之后，上帝就决定他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。所以刚才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，最后他们都听了，也做了，上帝就来了。好，所以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幕。荣耀，好，英文是 gloria， 好，在希伯来文，荣耀的意思就是重量，重量。你有举过什么东西是最重的？今天婕妤没有来，好，婕妤的哥哥，好，现在是举重王子的样子，好，他这个整个肌肉爆到不行，好，这个比之前的那个老浩，好，还要严重，有吗？我没有看到本人。有没有比星浩还要壮？差不多，好，但那个浩存没有那么高嘛，好，但是他也是全身都是肌肉。荣耀就是一个很重很重，好的这个重量，好，是会有感觉的。通常荣耀我们都会把它想成是看到的、看见的，但是荣耀它的意思是你会有重量感。你会有重量感，所以上帝的同在就是你会知道会有重量感在你的身上，不是只有用眼睛看。所以上帝的荣耀不是用看的，而是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像云彩笼罩，进入在上帝的荣耀当中。但是那个荣耀大到，刚才有说摩西曾经在山上见上帝的面。但是呢，这个荣耀大到强到连摩西都不能进去，因为摩西进去可能，他就被那个重量压到扁掉了，就是这个荣耀太大太强烈，整个云彩本来是在山上，现在呢就来到山下，在中间这个好，然后呢，云彩如果从圣幕上去，那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起行；云彩如果停住。他就在这个会幕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那在他们全部的旅程当中，因为出埃及记就在这里就结束了。在他们全部的旅程当中，白天他们会看到上帝的云彩在圣幕的上面，夜间会看见云有火燃烧着。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。如果在敬拜上帝当中，如果你看见有上帝的荣耀、重量同在，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赶快帮上帝煮个爱餐，还是要赶快请上帝，请他坐下来休息？他们说，云彩一停住，他们就安营不动。在敬拜当中，最亲近上帝的时候，就是无声胜有声。你在敬拜当中跟上帝最亲近的时刻，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什么都不要动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什么都不要碰。好，当然好，我们在每一次礼拜当中很少，但是你要可以去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可以让我在敬拜当中进入你的荣耀，在敬拜当中可以去遇见你，在敬拜当中我可以享受你的同在。我就安营，我就不动，因为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比在世上、比在外面更好。在牧师的从开始服侍上帝到现在，的确有几次，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那个同在呢，是你真的眼睛都不想打开，因为你怕眼睛一打开，你不管你看到什么东西，你就会被干扰。因为你就只想要眼睛就是闭起来，然后你知道上帝就在这里，你就会想要说，我就是想要永远跟上帝这样在一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就算我没有活过来，眼睛没有张开，我也不会觉得说生命在这边结束非常的可惜，因为你就是在上帝的同在当中。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，
你不会害怕任何的环境，因为祭司的工作就是筑坛、献祭，然后呢，看有没有人记得，求告神的名，或是纪念神的名。祭司的工作就是到一个地方筑坛、献祭、求告神的名。所以我们先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生活，就是要与神相会，而他们的接下来旅程就是要与神同行。与神相会，与神同行，哪一个重要？都重要。哪一个要放在前面？你要先有与神相会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我们都很希望上帝跟我一起去，我们都很希望，上帝可以跟我一起同在。但是我们就要先进到上帝的殿，你的心、你的生命的人，要先进入上帝的同在当中。雅各书4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未善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上帝怎么样愿意亲近我们？就是我们要自洁。祭司他就是要自洁，就是要除去一切的不洁。而会幕当中的约柜，约柜的本身是代表上帝的本质。上帝的本质呢，就是你不能够随便触碰，他有威严公义，他用威严公义来统管万有。可是，在约柜的上面有一个盖子，盖子，那个盖子叫做柜盖。我们说的是柜盖。但是呢，其实它的意思就叫做施恩座。圣经是写柜盖，但是它意思是施恩座。施恩座是什么呢？代表上帝的怜悯。上帝的本质本来是很公义的，你知道错就是错，不对就是不对。但是因为在这个约柜上面有个柜盖，所以上帝愿意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亲近他。就像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、做及时的帮助。大部分旧的人来到上帝面前都是皮皮喘、战战兢兢，因为连大祭司也是哦。大祭司他只要有一点不洁净，大祭司他只要有一点的程序 SOP 不正确，大祭司要进去到约柜前面，他要脚上要绑个绳子，这个绳子上面还要系一个铃铛，做什么用的？那个铃铛就是他进去的时候，他有在动作，铃铛就会响，外边的人就知道他还活着。如果呢这个铃铛都声音都不见了，然后呢等了1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完全没有声音，代表怎样？我们的大祭司挂了，我们的大祭司没有通过上帝的标准，死在里面。那谁可以进去就拉出来？你一进去，换你也死在那边，连我们的大祭司都挂了。好，我们进去也是稳死无疑。所以就是把他脚上那个绳子怎样拖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请问那个约柜需不需要保养？需不需要上油？需不需要打蜡？完全不需要。好，400年来，到大卫的时候都还在，都没有人去打蜡、保养、上油。他继续在会幕的当中啊。我们只要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座，因为有一个柜盖，柜盖就是遮盖，就像是摩西的帕子，就像是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。我们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，我们不会像大祭司死在上帝的荣耀被压死，因为有耶稣的宝血。会幕搭建完，就是为了要搭建会幕，是为了要敬拜，但是搭建完之后，是为了要继续的往前行，走到上帝的应许之地。所以最后我要问的大家就是：什么是你的应许之地？什么是我们的应许之地？你要去哪里？不能再 cue 这个庭山了。好，但是因为他刚才前面跟我聊天，所以不小心听到了一些。好，就是说，他要去罗东医院，去罗东医院，好，去那边工作。好，那这个是又是一个很大的
很有勇气的一个冒险啊，不是冒险，旅程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好，因为你没有跟牧师聊天，所以牧师就 Q 不到你了，好，但是也多一点跟我聊天，我就不会只 Q 同一个人这样子。好，你要去旅程，但是呢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好，是一个祝福。好，所以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，好，来最后的经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息抛在背后，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。我们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啊。什么是信仰的初步阶段？就是像上主日学的一样，有的基督徒一辈子都在听主日学的信息，一辈子都在听儿童主日学的教材。一辈子都在听牧师的讲道，问题是，他有圣经，他有上帝的话，他却没有把它拿出来翻，没有把它拿出来读，他没有好好拿出来好好的看。就像这一卷出埃及记，他知道永远只知道出埃及记1到20章，21章到40章，好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去消化它。信仰初步的阶段老是停留在那里，但是第3节说，我们继续来念完，让我们朝着成熟的信仰前进。上帝若准许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。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子就可以是一个很及格的基督徒，就觉得你已经够了。你会当牧师阅读圣经的时候，发现我对圣经越不懂，我需要花越多的时间去读它。有时候牧师要读圣经，大概就是要花掉1个早上的时间，因为你有读太多，你读不懂，或是你读完之后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好，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去想过，以前都没有去听过，以前都没有去知道。信仰更成熟的阶段是借着约柜、供桌和灯台，借着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你把你的信仰好可以长大成熟，而不是只有停留在很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、他的看见、他的理解停留在非常的表面，就像是儿童主日学。一个儿童主日学的学生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？哎呀，这个好可怕！哇，这个不可以吃，这个不可以摸，这个不可以去，这个不可以行。他会变成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会非常的害怕、畏缩。但是上帝要我们成熟，是要像使徒行传、像保罗一样，是已经准备好要进入这个旅程。所以我们要操练与神相会、与神相近，才能与神同行。记得约柜代表了3位一体的上帝，代表了爱神、爱己、爱人，代表了我们的敬拜生活、读经生活、祷告生活。这就是牧师今天也是出埃及记最后要告诉我们的：你是一个祭司，你的祭司要做的事情就是这3件事情：敬拜、读经和祷告。好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是祭司，我也是祭司。我们要敬拜、读经和祷告。这不是只有在旧约，彼得这样子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再次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圣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上帝看你是祭司，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像一个祭司？不知道。昨天我跟我儿子去买了一张床单人床，然后呢，卖他床的这个卖家呢是一个英文老师，好，然后他就很好奇啊，就聊天，哦，你是个牧师哦，你是个 priest， 好 ，priest 好就是祭司，
那我也很少被人家这样叫，在美国的时候，好比较少，好，但是也会偶尔会听到，好，牧师，好，他在一般的英语用法里面，好叫做 Raven 或是 Pastor， 好，但是呢，在欧洲世界呢，好，他会很常用 Priest， 好，就是祭司，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，不是只有牧师被看作是祭司，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的，你们是彼得的学生。好，那个看这卷书的人都是彼得的学生。彼得告诉他所有的学生，也就是说，彼得在这边讲到，所有台下听的人，彼得都对他们说：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。这个祭司不是在那边挑水，好做苦工，是有像君王一样，好是穿着圣洁洁白，好是有君王尊贵的祭司一样。你要看你是一个，上帝看你是一个祭司，你也要看你是一个祭司。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成为一个祭司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有敬拜的生活、读经的生活、祷告的生活，赐给我们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有约柜、有供桌、有灯台。所以，我们的祭司生活就是要每一天更多的爱神，不断的操练。现在大家都在放寒假，寒假当中什么最重要？过年最重要，睡觉最重要，好出去玩最重要，好领红包最重要。但是有多少个祭司会记得他是祭司的职分？祭司每一天都要献祭，只有安息日那一天不用献祭。每一天都要献祭，每一天都要读经，每一天都要祷告，每一天都要敬拜。不要成为一个做一休五的祭司，工作一天，休息5天。等到你下一次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已经忘记该怎么做祭司的职分。也不要只有做1年的基督徒，休息6年，不做基督徒。我不是在 cue 你哦，好，不要只有做1年，然后后面就不来教会。我知道庭上有去别的教会，好，有去台北的教会。不要只有做这种短暂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祭司，这是永远的职分。我们要祷告，上帝帮助我们在祭司的生活当中，不断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，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。最后3句话送给大家，一起来读。我是敬拜的祭司，天天与主相会，更爱上帝。我是读经的祭司，天天与主相近，更爱自己。我是祷告的祭司，天天与主同行，更爱他人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求赐给我清洁的心，紧紧跟随你。我渴慕更深爱你，因你已先爱我。跟随你的脚步，活出你对我呼召，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求与我同行。哦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灵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
亲爱的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牧师可以知道，我们在敬拜的生活上面是非常的丰富。在迦南教会的敬拜，在大部分的教会当中，迦南教会的敬拜是非常的活跃，非常的活泼。但是这只不过是1/3。在迦南教会做一位祭司，你要有读经的生活。牧师要再次挑战，你要有读经的生活，不是只有等着礼拜6参加聚会，听牧师讲圣经给你听。你的信仰不会比牧师更成熟。你要让你自己的信仰长大成熟。不论你现在是21岁、31岁、41岁，如果你有成熟的信仰，你可以成为一个摩西，你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一位祭司。你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做任何上帝要你做的事情，就像是摩西40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一样。牧师也要再一次挑战大家，把你的读经生活建立起来。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，我知道大家的工作、学业、课业，牧师也是。就算我现在没有在牧会，我也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，随便一点事情就会让你可以忙很多的很久很久。但是当你建立起来，分别出来，把这个时间留给上帝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安息日，今天不是只有安息日，每一天你都需要重新得力，每一天都需要靠主得胜，好不好？跟上帝祷告，求上帝帮助你成为一个祭司，建立读经的生活，建立一起读经的生活。因为我知道读经一个人读很辛苦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起读经的生活，让上帝的话可以帮助你，成为你一生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为自己成为一位祭司，有敬拜，有读经，有祷告，能够活出爱神、爱己、爱人的生活。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主啊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不再是奴隶，我们不再是那嗷嗷待哺的小鹰，我们也不再是那被逆应着景象的子民，而是要成就上帝的美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一生与主同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。主啊，不在敬拜的生活上面，在读经的生活上面，在祷告的生活上面，有更多的操练，让我们有个更愿意的心，愿意被操练，愿意更多来渴慕你，愿意更多来被上帝来使用。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都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。上帝，你必要与我们每一位同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愿这一生更像你，求与我同行，我主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灵，能合乎你心意。
同在里。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专心的来进入。我唯一可每一个人都闭上你的眼睛，进入上帝的荣耀。跟随你，我唯一渴慕。是的，今天就是你要敬拜神，你要进入上帝的会幕，你要进入上帝的同在，你要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你要来到他的约柜的前面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要亲近你。再一次，主啊，我唯一的渴慕，我唯一渴慕，因为你同在里。我唯一渴慕，深跟随你。求与我同行，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灵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，能合乎你心意。一生跟随你。让我们闭上眼睛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。我相信神在我们的当中，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神要告诉你，孩子，你是一位祭司，你不是人的奴隶，你不是爸爸妈妈的奴隶，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。上帝看你极为宝贵。上帝要告诉你，你真正的身份是属神的子民，是祭司的国度，是神圣的国民。无论你的爸爸妈妈是谁，不论你现在的职称是什么，不论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条件如何，你永远是属神的子民，君尊的祭司，是神的百姓。不要忘记，你要来会幕与神相会。不要忘记，你要听神的话，与神相近。不要忘记，你要爱人，为人祷告，为人祷告。当你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有困难，当你身边的人生病了，不要忘记你是一位祭司，为人祷告。2句、3句简短的祷告，你都可以活出祭司的身份，带下上帝的同在，进入上帝的荣耀。在今天要聚会结束以前，再一次让上帝来提醒你，安息日是要守安息，安息日是要竭力进入上帝的安息，享受上帝的同在。不要过度忙碌，不要过度疲惫，不要过度的忧虑害怕，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你只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
这一切的东西，神都会加给你。求上帝再次的充满你，把他的平安赐给你，让你不是只有在今天，而是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甚至要过农历年，整个农历年当中，你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，你都是一个安息得胜的基督徒，你都是一个脸上有像摩西一样有神的荣光，因为你有把上帝的话带着，你有把上帝的话系在你的心上，放在你的心上，你的脸会发光，身边的人看你会不一样，身边的人看到你，这不是太阳光，这是荣光，是上帝的荣光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把今天美好的聚会再次的献上，也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上，也把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人生道路也献上。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能够活出祭司的身份，永远都是上帝的子民，是神的祭司，神的百姓。谢谢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这样子祷告敬拜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拍掌把荣耀来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拍掌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在你要坐下以前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是属神的祭司，我们都是属神的祭司。阿们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也是一种感动，是出于甘心的乐意的，也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舍用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。我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事直到永远。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，献上我的赞美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用我一生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找3个人跟他说：主耶稣的喜乐是你的力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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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耶稣的喜乐是你的力量，是我力量。你的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依旧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时或不得时，我要赞美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与你，每
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相信好，在新的一年农历年即将要来到，好，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，从年头到年尾，每一年每一天都是神的祭司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与圣灵的感动。与每一位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在祭司的生活当中，能够每一天有分别为圣，有上帝的约柜，有上帝生命的供桌，还有上帝亮光的灯台，照亮你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哈利路亚。平安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请我们的新媒体主任们来报告一个小活动。对，好，没错，好，大家应该看到这个好那个画面上哦，然后画面上刚好今天很应景的就是木轩，他也有他的那个小朋友也有一起画那个红包。对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其实就是跟上面一样，我们要用手指来画出我们的红包。好，那这个活动时间呢，就是在我们过年，大家如果吃完年夜饭，然后没事做的话，刚好就可以拿那个手机上的红包来画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时间是2月8号到11号是投稿的时间。那下个礼拜12号到13号，这个是人气投票。那我们就是会选，比如说最有创意的，或是人气最高的会有颁奖。好，那先来跟大家介绍要怎么做哦。好，那我们的活动方式就是我们会在青年牧区的粉专。CNGH49，对，所以大家要开始玩这个活动之前呢，要先去追踪这个，要先按赞跟追踪哦 ，CNGH49，然后到时候呢，我们会在粉专的动态上提供一个红包的照片，就跟右边一样，对，然后大家就可以下载下来，然后来用手指来绘制。那你绘制好了以后，就要标记 CNGH49这个粉专，还有#这个手指小画家之龙来画。对，那右边这个就是信如画的，超厉害的哦，就是请大家发挥创意哦，看你要画吉祥画还是画一个龙，像木轩这边就有画2024啊，或是龙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，然后发挥你的创意，然后画在这个红包上。好，那规则呢就是大家应该都有那个吧 ，IG 吧 ，IG 你按到动态之后，然后点那个3个点点，最右上角有3个点点，当中有个绘图。对，你就用那个绘图当中呢，用你的手指来作画或者写字。好，那你都画好以后呢，就可以来投稿，就是那个#跟那个小老鼠都要标记，然后保留24小时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时间很多，然后你创意超多的话，你就可以一直投稿，一直投稿。但是每个人获奖的话，只会被颁发1次。OK 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想到的话，都可以持续的画哦。好，对，然后跟大家先稍微暗扛一下，因为很厉害的名字，有没有3个奖项哦？人中龙凤，然后龙的传人跟龙飞凤舞奖。对呢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到时候在投票的时候会公布，所以呢，大家记得拿出你的创意来投稿。好，那我们的颁奖会在下礼拜2月17的周6礼拜来颁奖。好，活动都 OK 吗？有清楚规则吼？好，那等大家的等大家的创意红包。好。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木轩。记得要去投稿哦。对，可以找我。
祝你生